来看南部有2个高中老师哦，因个文学作品《纳尼亚传奇》翻做台文，佮找8个台语老师来配音哦，互世界文学嘛有台文甲台语通看通听。就算讲真正有一个国家伫遐，时间基本都无够，女士去遐一抓，佮倒转来。 台语老师用声音扮演册内底的角色，因读的是经典文学《纳尼亚传奇》。这几年世界文学翻译做台文的作品哪来哪济，不过大多数是针对拄开始学台语文的囡仔较济。同款是国中老师的王宗宪甲 Stacy Liu， 因2个人是将《纳尼亚传奇》7本册的头本、西亚、母语甲趟数对英文作品直接翻译做台文，互故事的情景更加带进原文。 这种模啊叫做 dances caps，dance 的意思就是讲蹦踢。咱若甲翻译安尼，可能唔知这是啥物背景。还有阮的注解，阮全部拢是用台语。有看过电影，伊阁有文字，阁有声音，会使互伊安尼配合。 我相信对囡仔来讲，伊就袂遐青分。王宗宪老师表示，目前还无法度使用 AI 大量翻译做台语的语音，所以因除了将英文翻做台文，佮请8位南部腔的台语老师斗阵配音，甲做成有声册，用台语来搬戏，协助囡仔学习。现场甲国中还有高中的台语老师，因嘛拢真肯定这种做法。 经一大较趣味的所在的部分，家己互学生听，家己录音听看卖，恁听到是啥物，引起伊的动机，若有兴趣的人来甲我借册，可能会当甲课本去做结合。 就是伫课本内底可能有教着迄个可能亲情的部分、兄弟姊妹的部分，得当甲即个主角去扛做伙。参与座谈会，台语老师嘛讲，这几年台语的本土文学已经发展了真好，望有更较侪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学会当翻做台语文，互台语文的学习者有更较多元的选择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